由台南大远东百货举办的圣诞公益点灯活动，今年已经迈入第14档，甲往年无同。今年主办单位特别甲市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来合作，打造全台唯一一丛的原住民风的圣诞树。会中除了邀请最萌的国军娃娃舞蹈表演，另外还有山村国小的木笛，以及扎哈姆乐器的迎宾舞蹈，场面热烈。点灯仪式由着远东集团的董事长徐旭东以及市长黄伟泰等这位贵宾，手揢原住民文化中象征丰收的木厝，共同敲击倒数，场面盛大。今天非常高兴，有这个机会，让我们一年一度再次看到我们远东集团的一个善行义举。这边我要代表台南市185万市民朋友，谢谢徐董事长，谢谢远东集团。好，谢谢。今年好像这个圣诞节来得特别快，并且呢天气也不够冷，但是到圣诞节这个节很要紧，我们的方向，我们的感情，我们对圣诞节来也是开始我们一年一度的这个庆祝圣诞，那么并且也是新年的很快的这个来临，我们要带着一种快乐一个心情 ，be happy。那么让大家整年过了这么快，那么今年到年底的时候呢，要有高兴，要有感激，然后要更重要的就是说要快乐。我们今年的主题是给我们永康区我们的原民小朋友。其实哦，我们台南市。我们没有原住民的乡镇，没有原住民的区，很多都是都市的原住民好朋友，在台南有将近8、9千位哦，所以很开心。我们在永康的好朋友，哎，你看那小朋友好开心，哎，那跟徐爷爷挥挥手 ，OK。对，所以说真的是对于我们原住民的孩子，不管是他们日常课业，或者是他们课外活动，或者是他们文化发展，都有很大的帮助。我们谢谢远东集团，也谢谢许多好朋友一起共襄盛举。台南大远东百货结合国家的爱心，去年捐赠鞋仔予偏乡的学童，今年主题则是结合原住民风。市长表示，虽然台南市并无原住民的城区，不过真侪拢是都市的原住民朋友。因此，主办单位今年嘛特别募集360双的鞋仔，分别送予永康区总共11间国小的原住民学童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